嘿，精神 my friend，咁啊，我哋 N95C 早上兩期嘅視頻就講到話，我想裝一條前減俾大家去試下佢嘅減震效果。仍然喺揀前減嘅時候咧，我安裝咗嘅係雙輻射卡鉗嘅。咁今日就嚟到咗揀卡鉗嘅時候啦。咁多卡鉗真係唔知點揀好啊！你個死閪都睇人，直接上一套 FC100得啦。啊，不過算數啦，睇你咁孤寒。對，你都係裝翻套水佬算數啦，好唔好？嗱，就唔係話孤唔孤寒嘅一個問題上邊。咁其實喺咁多卡鉗嘅選擇上邊咧，我更加想嘗試一下呢一隻卡鉗。喺選擇 RD 呢一隻前輻射卡鉗嘅時候咧，我第一眼係俾佢嘅巧奪天工 CNC 處理工藝所深深吸引。但係我更加欣賞嘅係佢呢一隻卡鉗嘅制動效果。佢嘅活塞係經過咗硬氧處理技術，而且佢嘅極限溫度剎車極限溫度控制喺450度，所以我更加想支持一下 RD， 俾更多嘅支持我哋中國嘅企業，加油 RD，加油中國！